蛋鸡场，去载鸡大便。鸡大便。行驶400公尺谁的朋友？向左转进入张123乡道。要钱吗？不用钱，免费的。免费的，没错。那么好。就是。我们是在哪里？现在在方圆。Oh shit! Here we go again.那两边会比较快。这个会比较干哦。对啊，干一点。这个比较是湿的，这个比较湿，新鲜的。那个比较干。哦，这个是好的东西。哇，一出动就跑掉了。
没有把它当成蓝白议题中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声量，这个是蓝有上升，但是白是下降的。好，它里面老板，你这个你有多少？养了多少只鸡呀？这是权力的委托，但他很清楚，如果不跟5、6千呢，他没有办法在2026拿到任何主导权。靠太近的话，粉丝就会离开。但是对郑丽文来讲，现在影片黄标的是蓝营在抢版面，郑丽文在盘算要把白银打包。郑丽文不只想要谈合作，他心里很盘算，不是要蓝白合，而是拿什么机会把白给吞掉呢？Proprio le montagne di merda. 是 那个大边的山。哎。Oh shit. Here we go again. Una montagna di merda! Sì.